跟住係男子 U18白米賽去第六組。On your mark。Set。退賽名單公佈，以下係女子 U14 100米決賽名單。第一線黃樂妍 GHSAC， 第二線周子絢 WAC， 第三線石心怡 WAC， 第四線劉雨希 KWAB， 第五線江依璇 TPAA， 第六線馮敏晴 TPAA， 第七線文巧晴 HPAA， 第八線梁樂希 TPAA。重複，以下係女子 U14 100米賽名單。第一線黃樂妍 GHSAC， 第二線周子絢 WAC， 第三線石心怡 WAC， 第四線劉雨希 KWAB，